祈禱所用嘅經文係出自馬可福音1章22節。眾人很希奇他的教訓，因為他教訓他們，正像有權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我哋一齊嚟祈禱。親愛主，你嘅教導帶着權柄，吩咐污鬼亦都聽從。求你開我哋嘅眼睛，真正認清你係嗰位勝過一切黑暗權勢嘅主。當我哋面對內心嘅控告、環境嘅壓制或者屬靈嘅爭戰時，幫助我哋唔再恐懼退縮，而係單單依靠你話語嘅能力，